各位早晨，今日係4月10號，禮拜一，我係大華計險策略師李慧嫻。先同大家跟進一下上個禮拜五港股表現。中美兩大元首會晤之前啦，市場觀望情緒都比較濃厚㗎。恒指收市下跌6點，收報24,267點；國指跌2點，收報10,273點。大市總成交增加到去888億港幣。上升股份725隻，下跌股份828隻。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喺上個禮拜五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但係市場原先預期習特會唔會喺各項重要議題上面有啲咩嘅突破喎？所以喺會議舉行前夕市場焦點都擺咗喺地緣政治事件方面。喺敍利亞嘅政府軍懷疑使用化學武器殺害平民之後，美國向敍利亞發射導彈，令到市場嘅避險情緒一度升溫。但係投資者相信軍事行動未必會持續擴大，所以港股即日已經見到先跌後回穩。上個禮拜五美國公布3月份嘅就業報告，非農就業新增職位驟跌到去9.8萬份，差過市場預期嘅增加185000份啦。而失業率方面跌到落去4.5%，市場分析估計3月中嘅暴風雪有機會影響住就業活動，咁所以未有影響市場對於美國加息嘅預期㗎。港股上個禮拜五繼續回吐雖然你話一度失守20天線，同埋跌穿咗就係橫行區底部24,000點，但係其後跌幅收窄，收市僅跌6點嘅啫，收報24,267點。雖然敍利亞同埋北韓嘅地緣政治風險仍然存在，但係市場相信美國嘅軍事行動未必會升級再加上習特會被形容為有重大嘅進展同埋重要嘅意義利好港股守穩喺24,000點關口，但係走勢方面仲未擺脫24,000點至到24,500點嘅上落區間㗎。